成为属于主儿女的生命，有时就像行走在火窑里，却在过程中我经历他恩典的手，拯救我，一直保护着我。身为属于主儿女的生命，有时就像在海面上行走，即使风浪将我淹没，四面环绕我仍注视主，安静等候。即使在烈火中，我痛苦煎熬，即使经历风暴，快将我击倒。主与我同在，是如此奇妙。他在我身旁，我就不致动摇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圣经共读的进度来到申命记19章。首先，我先来读第1节到13节。昔日避难城，上主恁的上帝消灭遐个国，将因的地赏赐恁，互恁徛起伫因的城甲因的厝以后，恁就将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，分做3区，每一区设一个城，各开路通到遐，互杀死人的拢通行去遐。若有人无意中杀死甲伊过去无冤仇的人，因通行去避难城保全性命。譬如讲，人甲伊的厝边去抢拿醋茶，手举斧头一个错，斧头肉突去，伤着厝边煞死去。这个人就走去任何一座避难城，通保全性命，才免因为路真远，报冤仇的心火刀入着迄个杀人的人，甲伊杀死。其实伊毋应该死，因为伊甲迄个受误杀的人无冤仇。所以我命令恁，着设立3座避难城。上主恁的上帝，若照因对恁的列祖所立誓的，互恁的土地扩展，将应允要赏赐恁列祖的全地互恁。恁若遵行我今日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听上主恁的上帝，常常行伊的道路，这3座城以外，着搁设立3座城，才免无辜的人的血流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，直到恁着承担无辜的人受杀死的罪。若有人怨恨厝边，埋伏攻击伊，甲伊杀死，后来走去避难城，迄个人本城的长老就派人对遐甲伊抓起来，交互报冤仇的人，甲伊处死。恁毋通可怜伊，着对以色列中拄起杀害无辜的人的罪，互恁事事顺利。1节到13节的主题是为人设立逃城，逃跑的逃，城市的城。神已经想过，以色列人民在分地之后，要设立逃城。什么是逃城？逃城就是庇护城。以色列人民要清楚的知道，他们不是地主，整个迦南地是上帝赐给他们的，
他们只是地业的管理人，神才是真正的主人。以色列人民要好好的管理这地，因为最后要向神交账。接着我们来看第14节，戒指的条例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土地，恁毋通移刷厝边的戒指，迄个是以前的人所定的。第14节的主题在讲的是不可挪移界限，也就是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和土地。以色列人民所得到的地全部是透过抽签来的，是神所分配的，所以他们要尊重地界，这些界限很重要。如果轻易的挪移地界，就会造成心里的仇恨，继而引发起纠纷和流血。接着咱来看15节到21节，证人的条例。若有人做什么毋对，犯什么罪，毋通简单听一个人的证词，就有2个还是3个证人，才通甲伊定罪。若有人恶意做伪证，控告某人背叛上主，这2个人就去上主所拣选敬拜伊的所在，徛伫值班的祭司甲审判官的面前。审判官就详细查问，若发现见证人做伪证，要害伊的同胞，恁就照伊想要对付因的同胞，安尼甲伊处罚。安尼恁就对恁中间拄起这款邪恶的事，其他的人听到就会惊，无人敢搁做这款可恶的代志。恁毋通可怜伊，就用命赔命，目睭赔目睭，喙齿赔喙齿，手赔手，骹赔骹。第15节到第21节的主题是不可做假见证。这段经文讲到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我们不要轻信一个人的看法，即使自觉是受害人。从自己的角度和观点讲一件事，也要有第三者作证。第三者中2、3个人说法要一致，案件才能成立。我们不能听了别人说的话就轻信，因为谣传是关乎别人的声誉。我们若轻信，就是对当事人不公平；若再传，就更是不尊重对方。所以无论是在职场或在教会，做上位者、掌有权力的人，更是不可做假见证。我们也不要听到流言就疯狂去传播。总结，神要求我们认真、公平、诚实，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，都有神的 kindness。kindness 就是仁慈。神是如此仁慈的顾及人的需要，顾及真相，不做鲁莽的行动。求主祝福我们的牧养，让每一个人在陶城里成长，在陶城里都是被爱的，但同时也不容许不义的事情发生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上帝设立恩典的出口，帮助我们在软弱中有回转和保护的机会。祈求主成为我们的陶城，使我们不被仇恨辖制，也求主除去我们的贪心，不贪邻舍的产业，守住界限。求主赐我们智慧，分辨真理，追求公义，
不成为假见证的受害者或加害者。愿你的祝福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身为属于主儿女的生命，是学习接纳彼此的差异，因主的爱在十架上为我付代价，我要永远活在主爱中。身为属于主儿女的生命，就是跟随主到世界尽头。主曾背过的十字架，我甘愿承受。我一生脚步在他手中，即使在烈火中，我痛苦煎熬，即或经历风暴，快将我击倒。主与我同在，是如此奇妙。他在我身旁，我就不知动摇。即使在烈火中，我痛苦煎熬，即或经历风暴，快将我击倒。主与我同在，是如此奇妙。他在我身旁，我就不知动摇。即使在烈火中，我痛苦煎熬，即或经历风暴，快将我击倒。主与我同在，是如此奇妙。他在我身旁，我就不知动摇。即使在烈火中，我痛苦煎熬，即或经历风暴，快将我击倒。主与我同在，是如此奇妙。他在我身旁，我就不知动摇。他在我身旁，我就不知动摇。他在我身旁，我就不知动摇。